建议前议长赖清德早起是到台北市大龙帮的保安宫为保生大帝来祝寿。赖清德有讲到昨的地动，嘛讲到甲蔡总统的初选之争。 今日是保生大帝生日，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早起嘛到大龙帮的保安宫参拜。赖清德到位的时，有民众一直喊当选，表达支持的意思。赖清德冇停落来，甲民众握手致意。昨日发生多是规模6.1的地动，赖清德嘛祈求国泰民安，祈求保生大帝能够保佑台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神的保佑很重要，人的努力也很重要。如果要避免天然灾害对我们的冲击所以呢，政府跟人都要共同合作。所以我刚刚特别分享了，在我担任市长任内跟行政院长任内，如何去推动都更来解决房子改建所碰到的种种问题。伊决定参加民进党总统党内初选以后，蔡老啊之争就一直受到人的关心。早起蔡总统接受广播的专访，讲伊的受伤。 若是讲有人伫空喙顶面盐，恢复的时间需要真久，伊嘛呼吁党内爱团结。针对这款讲法，赖清德嘛有回应。我参加的是初选，那初选呢是一个民主的机制，它有助于团结党内，也能够凝聚已经分散的支持力量。所以只要是君子之争我想社会是会支持的。 下晡，赖清德有新车签册会，继续伊参选的脚步。